来看黎巴嫩第17号有几百个咱台湾叫做 BB 扣的通讯器材，伫无同款的地点、同一个时间爆炸，至少造成9个人死亡，有将近3000个人受伤。目前是阁无人承认犯案，也毋过黎巴嫩是指控讲这是以色列做的，强调讲因会报复。以色列是无表示意见，只强调讲伊嘛做好准备。纽约时报是指出讲，这 BB 扣是台湾制造的，以色列甲供应链来斗空，伫会寄到黎巴嫩进前，伫 BB 扣内底放炸药。这位男性伫贝鲁特一间超市买物件时，凶互病倒伫涂骹。其实，就伫差不多同一个时间内，黎巴嫩甲叙利亚部分地区也发生数百件类似的事件，造成重大死伤。病医拢是人，救护车来回走丛，伤者真侪是腰、面、目睭着伤，有人镜头互扁去，有人是规个手部都无去啊。真主党国会议员艾玛的后生也是死者之一。شديد على لبنان وسيكون للمقاومة الرد المناسب في الوقت المناسب إن شاء الله. على هذا العدوان الآثم من حيث يحتسب. 以色列军方17表示，已经针对所有领域的攻防做好准备。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讲，一位弹药专家表示，这 BB 扣可能倒有20公克赫济军用顶级的炸药。一位真主党无徛名的官员表示，领导人捌经过组织来卖使用手机啊，较免互以色列追踪。煞无料想到 BB 扣有陷阱，这也是双方冲突最近1年上大的安全空隙。The Iranian ambassador was also likely wounded. 纽约时报报道讲，真主党订的 BB 扣是台湾厂金阿波罗所制造的。以色列伫 BB 扣送到黎巴嫩进前，就先炸落来，并且改造，伫内部藏炸药，再个透过远距离来引爆。根据黎巴嫩消息人士，真主党几个月进前订台湾制造的5000台 BB 扣，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伫这汇装少量的炸药，以色列暗中进行精密行动的历史真久长。这个事件显示出长期用心的规划。美国对这个案件表示事先唔知影。No U.S. involvement in this at all. BB 扣爆炸案地区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冲起来，大型的航空公司德国汉莎甲法国航空宣布讲，目前到19会停飞相关的航班，汉莎会停飞所有飞到特拉维夫甲伊朗首都德黑兰的机班。这段期间，所有汉莎航空集团的航空公司也未飞过以色列甲伊朗的空隙。法国航空是暂停飞到特拉维夫甲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航班。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。